其實咧，個樓市咧就由舊年年中咧咁見底回升㗎。咁其實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嗰啲細價樓，即係嗰啲入場嗰啲上車盤旺先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呢個情況就好唔同啦。咁就係上咗一級之外咧，其實嗰啲最頂級嘅豪宅咧，亦都喺個數據上邊反映到嗰個成交咧係其實跑贏咗嗰個整體大市嘅。咁如果係一手嘅整體咧，其實升到11%到嘅啫。咁亦都係跑贏咗呢個一手嘅私樓嘅整體個升幅嚟嘅。咁二手咧嗱，見到個升幅就仲緊要嘅，接近5成，金額5成，咁宗數都接近5成，咁亦都係5年半新高嚟嘅。咁其實咧，呢度就見到好似話25年嘅下半年係有少少跌啦。其實因為25年上半年咧就有一啲大額嘅內部轉讓嘅，其實扣咗之後咧，其實喺25年下半年都係有一個升幅。咁不過咧就係喺一手咧就喺25年下半年就跑先過二手，咁但係去到今年咧就係二手係跑翻上嚟，係追翻上嚟嘅。5至1億嗰度咧，嗰條線咧由24年上半年咧，其實一路5個半年度咧都係上升嘅，咁亦都係升到去5年半嗰個新高嚟嘅，5年半嘅升幅喺度。一手咧升嘅比例就少啲，咁但係都有11%嘅，咁亦都係5年半嗰個新高嚟，半年度嘅新高出現。咁而二手上邊咧，26年嘅上半年咧，其實就係二手明顯係追趕翻上嚟嘅。咁一開波嗰陣時喺25年下半年咧，就係升一手先嘅。咁變咗一手今年咧就反而係慢翻少少落嚟，就係二手嗰邊咧就係啲客咧就去尋寶啊。咁啊，所以都好明顯喺呢個豪宅上邊嗰個宗數同埋金額明顯係跑贏咗一手嗰邊。咁如果再頂級嘅咧，就去到1億元以上啦。咁呢個咧亦都係5年半新高嚟嘅。咁亦都係嗱。金額升3成，宗數金額都係近3成嗰個比例啦。咁亦都係喺最高價裏邊，譬如頭先5至1億咧，其實嗰個升幅冇咁高嘅。咁即係話喺5000萬以上咧，其實嗰個升幅咧就係喺1億元以上嗰度係再高啲添嘅。連續都2年度係有一個明顯嘅上升，係咁去到1億元以上嘅一手咧，咁升嗰個比例冇頭先咁高，咁但係都有20幾%，宗數有24，金額就13，咁亦都係5年半嘅新高嚟嘅。咁呢個狀況都係幾明顯，就即係幾個唔同界別嘅豪宅咧，喺5年半以嚟，而家喺26年咧都創咗個新高。億元以上嘅二手咧，咁同人哋你見到個比例咧仲高啲，即係比起頭先嘅一手咧，可能係20幾%啫。但係去到二手咧係升到5成嘅，亦都同翻頭先講5000萬以上升得多咧，其實都係喺個二手嗰度。而另外再加咧就係喺高價，即係過億元以上嗰個水平咧係再高一級嘅。咁所以係明顯喺26年上半年咧係不論即係整體上邊嚟講咧嘅二手咧都係跑贏嗰個一手嘅升幅。咁但係講翻，如果同翻整體市況嚟計咧，其實喺整體嗰個5000萬樓上咧，已經佔到25年全年嗰個宗數已經7成㗎啦。咁如果大圍上邊住宅嘅咧一二手住宅嘅私樓計晒咧，其實只不過佔6成嘅啫。咁即係好明顯喺26年上半年咧，高價嗰個成交嗰個宗數金額咧，其實係跑贏咗整體嗰個私人住宅一二手夾埋嗰個升幅嘅。咁即係喺今年上邊咧，就係追翻之前就係成嗰啲比較平嘅嘢。咁今年咧，不論係有投資者啦，或者係一啲高端嘅客咧，咁佢亦都係會入翻市，因為已經確定咗個樓價係沉咗底之後，咁回升。因為佢哋通常一啲咁大額咧，佢哋都會比較即係要睇定啲，咁先至決定一個咁大嘅額啊嘛。咁而家見到佢哋都翻嚟，咁變咗喺上半年咧就價量都齊升嘅。好啦，所以嗰比例上邊咧，就呢個睇佢嗰個億元以上嗰個比例嚟嘅。咁就5000至1億嗰個一手同即係佢自己個比例咧，其實咧就明顯喺26年上半年咧見到綠色嗰個就1億元以上係佔到26%，就比起25年下半年係多啲嘅，高價嗰個比例係佔多咗。咁但係二手有啲唔同喎，二手係大家個比例，即係5000至1億同1億以上個比例係相若嘅，就因為兩邊個升幅都係差唔多5成咁高，咁所以平衡翻個比例咧，咁佢兩邊個宗數嘅比例都係維持大概7:3嘅比例啦。咁7成係5000至1億，咁1億以上佔3成度。淨係講洋房呢邊，即係 house 呢邊個市況啦。咁回顧翻上半年啦，個升幅就明顯少咗，即係唔到10% 嘅。咁即係喺26年咧，高價裏邊咧可能唔係成緊嗰啲 house 咁多，即係都有升幅。咁但係咧，主要都可能係分層嗰啲單位為主。咁佢都有升幅嘅。咁同埋咧，佢係一個穩步嘅升嘅。你由24年嘅上半年咧係升咗5個半年度。咁雖然唔係5年半嘅新高，咁但係都係21年上半年之後嘅新高嚟嘅，即係都係5年嘅新高。咁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急速嘅大升，咁不過都係隨住個市況咁同步都有個上升喺度。
咁而係一手咧，咁啊倒翻轉話係唯一咧就有一啲跌幅喺度嘅，喺上半年個 house 嘅一手，咁應該係發展商開始，因為舊年咧之前咧就已經個市況上翻嚟嘅時候咧，就有一堆嘅客，首先就可能入咗市係入一手嗰啲先嘅，咁亦都嗰陣時佢哋都未必係見到個價，佢哋都可能比較保守啲，唔會叫得即咁高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消化咗一堆嘅購買力，咁而家咧佢哋已經見到個價上翻之後咧，亦都會再調翻升個價上去，咁所以喺一手嗰個 house 嗰度咧就變咗一個成交量，其實雖然話跌啦嚇，其實都係差一宗嘅啫，嗰個數目又唔係差好遠，不過咧金額上邊係即係變咗係唔係冇21年嗰陣時高峰期咁高，咁啊仲係爭咗一半嘅。咁好啦，二手上邊但係有少少唔同咯喎。嗱，二手上邊咧就係都係5個半年度都係有上升嘅，佢都係穩步上升，所以成個整體嗰個洋房有升幅嘅主要都喺個二手嗰度。咁啊大概升咗10% 啦。咁佢呢邊咧就係個金額上邊啦，金額就係升到5年半新高。咁但係咧嗰個宗數就爭一宗嘅啫。咁但係即係可以講都係差唔多追貼咗去21年嗰個樓市高峰期嗰陣時嗰個高位嚟㗎啦。嚇，咁只不過 house 上邊咧就係冇其他 apartment 嗰啲嗰個升幅咁快嚇。好啦，咁咧就每年咧，我哋都去攞差餉為估價署嗰個租值，即係個 rateable value 去計翻租務上邊，呢個咧就淨係港島區嘅洋房，咁有9個區啦，咁啊有2600幾座嘅洋房，咁啊睇翻我哋用翻嗰個區所有嗰啲我哋定義咗嘅洋房啦，咁然之後咧就睇翻佢按年嗰個變化，咁呢個咧就我哋化咗做一個 index 咁樣噶啦，咁其實咧就喺由13年開始嘅，咁個底位咧就喺2020年，咁啊去到翻85點，咁而家咧就連升咗去到21年升咗上去，再22年跌翻少少。咁其實而家咧之後呢幾年咧3年都升翻上嚟咧，就累升咗近5%，咁亦都係6年嘅新高。咁但係如果你俾翻整體私人住宅，你就知我哋中原城市啲租金指數其實都升咗2成噶啦。咁所以因為始終咧即係豪宅或者洋房咧，佢哋嘅租值就本身嗰個冧心就好高啦。咁所以佢去上升嗰個速度亦都會相對慢啲。咁但係都見到佢係比較平穩咁樣慢慢有一個升幅喺度嘅。咁而我哋都要分咗區嘅咧，咁喺其實25年咧就相對係平穩少少啦。咁但係其中咧就以壽臣山同黃竹坑就明顯升個幅度就比較即係藍色嗰條線啦，就最明顯嘅。咁去到25年都升咗2.1，咁而3年咧佢係超過10% 嘅。咁係咁多個洋房嘅區裏邊咧係升幅最高嘅。咁啊呢個咧都係有賴一陣會睇到係有啲新進啲屋苑啦。咁同埋咧應該係喺即係喺黃竹坑壽臣山呢度咧，佢係比較最近市區嘅，即係同另一個就可能山頂啦喺後邊會見到。咁山頂就都係平穩，咁但係咧喺3年裏邊咧，佢個升幅就係同其次於呢個頭先壽臣山同呢個黃竹坑嘅啫。咁就係呢兩個區咧都係比較接近市區嘅。咁因為有啲嗰啲係高端嘅，其實佢就未至於係老闆級啦，但係佢係一啲高管嘅人才。咁佢哋如果住得呢區，其實佢都想接近翻工嘅。咁比較貼近呢個即係市區嘅咧，佢一翻工就比較方便啲。咁所以呢兩個嘅租值咧係跑贏咗其他咁多個區嘅喺呢幾年間。咁咧就其實係平穩嘅，其他就冇乜好大嘅變化嘅。咁好啦，咁我哋都再有一個咧係叫洋房屋苑啊，即係屋苑洋房裏邊咧有一啲係屋苑式嘅，譬如佢有20間以上嘅屋嘅 house 嘅咧，咁啊歸類為洋房屋苑。咁但係睇咗歷年嚟咯，咁就反而佢跑輸咗普通獨立屋嘅。咁相信咧，因為獨立屋咧佢個可塑性係比較大啲啦，咁亦都係嗰個私隱度啊各樣都會係即係尊貴一啲嘅。咁所以啲人如果係買得 house 咧，可能佢哋都係會去選擇獨立嘅洋房多過屋苑嘅洋房。咁而咧喺度個別呢啲係洋房屋苑裏邊咧，咁同樣地啦，頭先講壽臣山嗰度跑贏啦，咁就以 Susan Peak 咧就最厲害啦。咁去到譬如25年比24年咧，佢亦都係繼續有5% 嘅升幅。咁累計咗3年咧係大升咗4成。咁其次譬如就會深灣道啊61至63號都升2成啦，跟住貝沙灣同黃虎灣啦，咁呢啲都有超過6% 嘅升幅。25年嘅頭3個最嗰個升幅最厲害嘅5個 house 啦，咁3個都喺山頂嘅，咁啊升幅都最高去到5成啦，頭嗰2個，咁啊都喺隔離嘅啫，即係60號同中直道60同62，咁呢啲咧應該都係佢係有明顯大嘅翻身，咁啊執到好靚之下，咁變咗重估嘅租值之下有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喺度。咁而
而1000萬以上租值嘅洋房咧，其實就不變。咁即係最頂級嗰個咧，就喺25年同24年咧就冇好重大嘅排名嘅變化。咁租值都係一樣嘅啫。咁所以就係租值上面就比較慢少少，即係冇私人住宅整體嗰啲咁大，要加上去，除非就係你要有一個好大嘅裝修，咁令到有個增值嘅條件之下咧，佢就可以租得到再貴啲。咁同埋佢客源都相對係即係唔係話普通市民啦，咁係一啲好高端嘅人。咁所以佢哋一係咧有啲都會偏向，如果個租金好高，可能都走咗去買。所以變得頭先講話買賣嗰邊就反而係咁旺，咁但係個租嗰度咧就比較平穩，就有升，不過唔係話好大嘅變化。咁啊，上半年其實山頂南區嗰個形勢咧，其實都相當係樂觀嘅。咁頭先Warren都講過啦，咁過億元嗰個成交量都多咗好多嘅。就成個市場咧就有33宗，比起舊年同期咧升咗差唔多成7成嘅。咁喺11年裏邊咧係新高嘅，即係上一次嘅新高就喺2015年嘅紅山半島個一手嘅成交亦都多咗好多。咁啊，今年咧就係One Stanley，咁啊依個盤就比較新啲嘅，咁亦都係有電梯啊，咁啊即係喺整體上嘅一手同埋個量咧都幾多嘅供應嘅，咁所以佢喺上半年裏面咧就成交量最多，咁啊差唔多60億嘅。咁啊金額方面咧都創差唔多比舊年同期多咗2倍嘅。咁我諗最主要受惠一啲大額2.38億，咁啊依個獨立門牌嘅屋嘅物業咧，其實成交都係一個佔個比例都比較重嘅。咁喺二手方面咧就有88宗，喺比同期2025年咧就70% 左右，亦都係5年嘅新高。咁啊相比2021年上半年咧就111宗嘅，即係未去到同期個最高峰嗰個嘅宗數嘅。咁啊金額方面大概90億度啦，咁啊升咗1.3倍嘅，咁啊7年嘅新高。咁相比對上一次咧係19年嘅114億。咁啊，另外一二手加埋有121宗啦，咁啊比同期都係升咗7成度，咁啊5年嘅新高，都係同呢個2021年去比較126宗，咁啊總金額係151億，升咗1.6倍嘅，咁喺8年裏邊嘅新高啦，咁啊對上嘅高位就係2018年上半年嘅212億，咁啊依度咁最主要係18年嗰陣時就有啲屋地成交咗嘅。咁啊，今次就係一啲獨立門牌嘅屋，就唔係屋地，咁所以個價錢都即係個總額都冇2018年咁高嘅。啲客戶咧、業主咧都想了解就個比例係邊類型多咧？主要7成咧係啲內地嘅資金啦，咁啊本地資金其實都有嘅，有1成係本地嘅資金，咁另外有部分咧就係啲外來嘅資金啦。咁最明顯開始四方八面嘅客都嚟咗，尤其是啲歐洲嗰啲嘅外國人，因為最近有幾單大嘅2-3億嘅成交咧，都係一啲歐洲嘅客戶嚟嘅。咁喺一手方面過億元咧有21宗，咁比同期舊年2025年咧就有1.6倍嘅。咁啊金額有52億度啦，咁啊升，如果同期金額升咗就3倍添，係啦。咁就最多都個比例都係 One Stanley 啦，因為 One Stanley 始終都係供應量比較多啲啦，同埋有啲就有海景。咁另外二手方面咧29宗都升咗，同期升咗2倍，係啦。咁啊最高峰紀錄係2015年，應該都11年前㗎啦。咁啊金額64億就升咗2倍，咁啊亦都7年嘅新高。咁對上一次新高2019年就有87.4億嘅。咁啊二手過億，你見到嗰個比較同埋嗰個宗數同埋個金額都，尤其金額比上年係升咗好多嘅。咁因為頭先提過啦，咁啊呢一期嘅過億元成交或者嘅二手咧，其實啲客都好識揀嘅，揀啲好優質嘅位置啦，咁啊揀啲好靚嘅地段啦，同埋揀啲好靚嘅海景，即係最靚嗰啲，佢就入市先，即係一係唔買，唔介意買啲最靚最優質地段，咁啊好罕有放盤嗰啲咧都有成交，咁亦都今次嗰個形勢點解會成交二手過億咁多咧？就因為有部分嘅家族咧都肯賣出嚟嘅，咁以往我哋做南區，一般嘅家族都唔肯賣嘅，因為嗰啲祖業嚟咁。但係而家就因為家族盛傳啊，某啲原因啊，咁啊好肯都肯放盤嘅。咁可能係有部分啲業主係喺工商鋪方面受壓啦，咁嗰度買唔到，咁啊反而啲住宅，尤其是啲祖業或者啲好靚地段嗰啲咧，佢哋都肯放出嚟，咁啊愛嚟即係喺個財務方面有個調配啦。咁所以個成交量咧係明顯係多咗啲係靚貨出嚟，係優質嘅位置。咁啊呢個提過啦，50宗一二手過億嘅116億，都升咗差唔多2倍至2倍半嘅，係啦。咁啊另外一手大額啲就有幾個例子啦。
有幾個例子啦。咁就頭先提過最大額一個就12.38億，咁呢個獨立門牌嘅，咁啊大樓面，咁啊實用面積都有差唔多成12000尺嘅。咁另外一間就淺水灣道125號，咁呢間都係比較優質啲嘅，喺正沙灘區最正中位置，咁啊複式得6個單位嘅啫。咁另外南灣坊就有2個分層啦，同埋一個壽臣山15號，亦都係全新嘅呢啲係。咁開始頭先Warren 都提過二手嘅洋房咧，點解成交量好似唔係增長得咁大咧？即係有部分嘅海外買家或者國內客咧，未必中意買啲細樓面嘅洋房，反而中意啲大平層或者一啲複式特色戶，咁所以就轉移咗去咗啲特色戶，同埋去咗啲係大平層嘅面積嘅單位。一係就買啲好大嘅洋房，即係頭先話獨立門牌700千尺或者1萬尺，一係就買啲平層。分層嘅單位，大平層嘅，咁所以就即係啲唔係太大嘅洋房個受歡迎程度就冇咁高咯。咁嗱，二手方面你見到就都係你見到嗰個實用面積都係4、5千尺或者6千尺到啫。咁但係個位置都係相當靚嘅，呢啲全部都係最優質嘅位置嚟，set好到更加冇乜咁多人可以買得到嘅，因為要查個身份嘅。咁其他都係比較罕有啲啦。咁租務方面啦。租務方面就上半年就274宗，咁啊反為同期跌咗差唔多有接近 10% 嘅。咁主要原因就係租客變買家，咁真係好多以前租開我哋南區嘅物業入嚟試住下先，咁啊睇啱咗啦，個市個形勢都覺得相當樂觀嘅，咁啊開始將租咧就變咗買賣，咁所以你見到嗰個租個宗數都跌咗嘅，咁同埋大額嘅租咧，其實就都個放盤程度都比較少嘅，即係有部分啲業主可能翻新啊，有部分就可能係準備賣啊成棟啊，咁所以個供應都開始都少嘅。咁啊個分佈方面咧，就你見到同舊年比其實都接近嘅，即係10萬蚊以內都係佔差唔多5、6成度啦。咁啊10萬至20萬佔咗3成左右，咁啊20萬以上咧都係佔咗有1成嘅。咁啊比例上你見到同舊年比咧係多咗，舊年大概7%，今年個比例有11%嘅。咁啊大額租務方面啦，咁就你見到都係一啲獨立門牌同埋大樓面嘅，你見到都係5、6千尺、7千尺、1萬尺以上嗰個租金咧就會比較樂觀啲嘅。因為啲客人咧就反為即係願意租啲更大額嘅同埋大面積嘅，需求量係比較大啲嘅。咁啊，對於二手嘅新進豪宅表現啦，因為除咗住啲洋房之外咧，南區嘅舊屋之外咧，就好多都搬咗過嚟啲新進豪宅，嚟貝沙灣、南灣、深九。咁我哋統計過咧，就貝沙灣就成交量係最多嘅，比舊年就都升咗差唔多4成。咁啊，南灣因為個數量唔多啦，咁啊新鴻基品牌啦，咁啊升咗差唔多接近2倍嘅。因為舊年得8宗，今年就23宗。咁其他就都個比例唔係太多。咁啊金額亦都升得幾緊要啊！咁另外一手方面就成咗有501宗，咁因為地鐵上蓋黃竹坑嘅港島南岸，咁啊最近發展商都積極去貨嘅，咁喺上半年都有成500宗成交嘅，咁總額有差唔多130億嘅，咁主要就今次攞出嚟嗰啲係比較優質啲嘅物業啦。咁同埋就呢類型嘅物業就觀景啊嗰啲，同埋大樓面嘅多，即係過千尺以上都有啲靚貨攞出嚟。以前就惜售嘅，咁而家都喺市場上，所以個成交量都有翻咁上下。咁我哋估計展望下半年咧，就一手方面啊，我覺得樓價都會有5至10% 嘅升幅嘅。咁因為發展商對於一啲全新嘅別墅其實都惜售嘅，咁同埋好多就等整靚晒裝修，做啲示範單位出嚟創啲新高咯。咁二手方面一個盤量都積存個貨量都比較多嘅，咁同埋客量就比較中意買全新嘅物業，同埋出邊大平層又多，咁所以就二手都嗰個供應量都要慢慢消化，咁所以個價錢我覺得會都比較平穩發展嘅。咁租務方面中大價，尤其30萬以上嗰啲個盤量都非常之少，咁同埋大部分都有啲轉，即係賣咗樓可能租翻樓啊，或者啲租住試下個區先再買咧。咁所以即係大額嘅10萬以上咧嘅租務咧，都個升幅都會有成10% 嘅。咁我補充咁多。喺內地客方面咧，就過往幾年咧，如果係5000萬以上咧，其實比例咧就一半到啦。
新樓就佔咗個比例多嘅，因為二手都係本地客買翻多啲嘅。咁就近年咧就明顯見到啲國內客，尤其1億以上咧就好明顯咧，差唔多7成至9成咧都係1億以上，7成至9成咧都係國內客嘅。咁嗰個趨勢有咩原因咧？因為國內客都中意買一啲樓面比較大，同埋買一啲比較最矜貴嘅地段。咁同埋即係個金額就一係買啲最優質嘅位置啦，咁所以國內客嗰個追捧咧都係買啲獨立門牌啊，或者係個地點係比較好優越啊，例如山頂啊、深水灣啊、淺水灣呢啲核心，我哋心臟地帶以往係兵家必爭嘅。咁尋寶通常都係啲家族係佔領晒嘅以前，咁而家陸續家族肯放出嚟，咁佢哋喺度尋寶咯。咁歐洲資金咧就明顯早過往幾年咧就好絕跡嘅，只係租樓嘅啫。好少買樓嘅，咁但係最近可能個地緣政治嘅關係啦，咁同埋歐洲嗰啲客就可能某啲因素影響到咧，香港覺得個安全同埋啲資金避難所，咁亦都好多啲業務咧都擴展咗嚟咗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咁所以去到明顯以往係租樓嘅，咁亦都有部分咧就將以往可能係買啲海外啊美加嗰邊西方嘅國家嘅物業，咁大家轉移咧就嚟咗香港咁啊國內就比較少買嘅，咁啊集中都係呢幾類，我見到好多係即係由於地緣政治因素好大嘅因素咁樣，同埋以往係租樓為主嘅啫，香港就唔會咁多物業係賣嘅，多數租嘅，咁所以呢幾年嘅變化由以前係冇嘅。可以講係冇人買樓嘅，以前係外國人，咁只係租樓嘅。咁但係最近期，尤其是歐洲嗰個資金咧更加積極。西方嗰啲可能佢都已經入埋咗香港咧，有部分以前買落嘅，但係歐洲比較少嘅。咁啊，明顯係多咗好多，都係傾緊嘅，暫時1成啫。我覺得陸續都會增加嘅。其實就因為豪宅喺南區嚟講係一個生活嘅品味嚟嘅，咁啊睇下啲客戶中意邊類型嘅生活咯。咁我覺得如果國內為主啦，國內客戶咧其實2類嘅，一類咧就好着重校網，尤其是喺南區就國際校網，同埋佢人生路不熟咧，佢就反為中意地鐵上蓋。同埋係有商場，即係買嘢方便嘅。咁你住喺深山裏邊，可能佢覺得唔方便嘅。咁呢類就比較中意方便啦，同埋係國際校網啦。咁另外一類咧，就可能喺歐洲住慣嘅，可能喺英國啊、歐洲住過，佢就一定要個環境同埋嗰個密度，咁佢唔介意就住係比較遠啲，喺淺水灣啊、赤柱啊嗰邊，佢中意近沙灘，同埋喺外國歐洲慣咗啲形式生活嗰個形式咧，就係比較即係慢生活嘅。咁啊，反而中意環境，同埋中意海灘，中意幽靜。唔方便唔緊要，但係反為中意個環境，同埋嗰個圈層。佢哋係講個圈層，即係可能係某啲，尤其深水灣啊、赤柱邊係啲名人啊，或者國內嘅名人住開啊，香港嘅官商啊，咁佢好講圈層嘅，咁住喺裏邊就希望嗰個圈層式嘅人就係有唔同咯。咁兩類嘅買家嘅要求都係有分別嘅。咁個趨勢咧，邊樣會多啲？第一類一定多啲啦。因為頭先話喺黃竹坑嗰啲就校網啊，同埋年青嘅夫婦比較多嘅。咁呢邊就可能成熟咗啲嘅，啲仔女都大啦，有啲去咗喺外國讀大學，或者喺香港讀大學，咁就會比較多。但係喺黃竹坑嗰啲咧，就可能係啲年紀比較細啲，初中啊咁上下咧，先至喺黃竹坑要方便嘅。咁啊兩類嘅客戶咯。對於呢啲大額1億以上嘅內地客咧，我哋接觸到咧，佢啲資金好多都已經喺香港噶啦。即係已經喺香港好多年㗎啦，咁亦都就本身都唔擔心啲資金即係再需要話喺外邊攞過嚟嘅成，咁所以係冇乜影響嘅。新資金嗰啲咧可能有啲影響，但係我哋佔比例咧係好少嘅。同埋都仲有一個現象，近1-2年咧，內地客以往就要長時間喎，2年成交，分段去俾錢，但係而家調翻轉嘅，你3個月成交同期咧，佢調翻轉1個月，好多30天已經係俾晒錢。即係好極端嘅，以前就一路攤長去，慢慢搬，慢慢撕錢嚟。而家調轉嘅，佢都唔想長啊。話3個月、4個月成交，而家好多變咗30天、40天已經成交咗。咁根本佢係足夠資金，同埋同銀行嘅關係亦都非常之好嘅。就唔需要話太長時間係分段攞過嚟。調轉極端咗，越嚟越快，最高紀錄唔係今年，舊年嗰時16天成交都有。招成，不過嗰個銀碼冇大，5-6千萬，16天可以成交到，即係按揭都唔使做嘅，咁啊好極端嘅。而家個情況係，其實好多係之前已經嚟咗香港㗎啦，即係可能係已經係嚟咗香港都有10年、8年或者3-5-7年㗎啦。咁佢而家就去換貨啫，或者增持物業啫。
即係以前一路都喺香港，有啲攞晒身份證都好多年㗎啦。咁而家就再買啲優質啲、靚啲同埋高價啲嘅物業，係啦，就唔係話啱啱嚟啊，啱啱望一望，即係以前啲離開住咗好多年㗎，好多5至10年都有㗎啦，好多啲客已經老香港嚟嘅，即係我覺得有晒身份證。係啦，個名就內地，但係其實係香港人嚟嘅，有晒永居嘅咧。同埋我同佢講，好多都喺香港住咗有5至10年㗎啦。咁去增持同買啲靚嘅單位，或者買啲再優質啲嘅。咁所以頭先你講嗰個冇影響嘅，佢已經係好熟悉香港環境，好多區都住過㗎啦已經。最近就銀碼5000零萬啦，我有一個就啲年青才俊嚟嘅，兩夫婦啱啱有個小朋友，咁喺中環做金融業嘅，一買5、6千萬㗎啦，咁佢嚟咗香港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咁呢類就都陸續係即係嗰啲優才專才啦，我懷疑係，咁都有嘅，呢啲比較即係富人嚟嘅，富人嘅家庭。